如果你最近幾個月去過羅馬，一定會見到聖誕期間喺聖伯多祿廣場設置嘅100個耶穌誕生場景，或者係其他藝術品，包括馬克夏卡爾創作嘅白色受難。呢啲都係羅馬禧年文化活動嘅一部分。活動仲有好多其他內容。由3月7號到7月6號，巴貝里尼宮將會舉辦畫家卡拉瓦喬嘅大型展覽。喺咁多傑出嘅作品入面，將會展出一件重要嘅藝術作品《聖烏蘇拉殉道》，亦都係呢一位大師嘅最後一幅畫。禧年文化活動由2023年開始，當時喺羅馬納沃納廣場嘅聖伊力斯堂舉辦咗一場關於亞爾葛雷柯嘅展覽，展出包括背着十字架的基督、聖家、洗禮等嘅畫作。展覽係為禧年而設嘅首批文化活動。2024年，薩爾瓦多達利嘅畫作《基督》喺羅馬展出，並且首次聯同帶俾藝術家靈感嘅物品一齊展出。呢幅基督嘅靈感嚟自佢1948年12月底到訪亞維拉，當時佢去到降生修院，加爾默羅會修女向佢展示咗一幅小圖畫，係加爾默羅會士十字若望喺大約1572年神魂超拔中見到嚟自天主嘅異象後親手繪製嘅。喺11月，禧年開幕前冇幾耐，聖座福音傳播部宣傳咗馬克夏卡爾創作嘅白色受難展覽。作品表達咗捍衛人類尊嚴同文化對話嘅訊息，亦都係教宗方濟各最珍重嘅作品之一。每逢聖誕期間，聖伯多祿廣場左邊通常可以見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小型耶穌誕生場景。今年適逢禧年，唔少馬槽都有特別嘅設計。